你有冇試過坐喺一個熱鬧嘅飯局入面，望住四周嘅人講嘢飲酒，但係你心入面有把聲係咁話你，呢啲人我全部都睇透晒。然後你抽身，你冷靜，你覺得自己比任何人都清醒。但係返到屋企，關上門，靜落嚟嗰一刻，你發現自己係孤獨嘅，唔係孤單，係孤獨，係一種好深好深填唔滿嘅空洞感。你開始覺得係咪係人都靠唔住？係咪係啲嘢都係假嘅？係咪你命中注定就係一個人扛晒所有？我想話你知，呢種感覺唔係因為你太清醒，係因為你睇錯咗方向。了凡四訓入面有一句說話，我每次諗起都覺得背脊涼。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唔係上天決定你嘅命，係你自己每一個起心動念，每一個對人嘅態度，每一個你以為冇人知嘅選擇，一點一滴堆砌出你今日嘅命運同福報。呢本書係明朝一個叫袁了凡嘅人親手寫落嚟，送俾自己個仔嘅。佢一生最大嘅心願就係話俾後人聽，人命係可以改嘅，但係改命嘅方法唔係你以為嗰種，唔係拜神，唔係燒香，唔係等運到，係要從你自己身上揾到嗰個一直就係漏福嘅缺口，然後一點一點把它補翻幾百年過。呢本書流傳至今，唔係因為它係宗教典籍，而係因為它講緊一件任何人都唔敢正視嘅事。點解有啲人明明唔係最叻，唔係最努力，唔係最有資源，但係佢哋嘅人生就係筍，就係有貴人，就係連出錯都有人幫手兜底。而有啲人拼到盡，算到盡，連自己嘅睡眠都可以犧牲，但係就係點都捱唔出頭。今日我唔係要同你講玄學，我係要同你講了凡四訓裏邊早就藏住嘅答案。福報深厚嘅人身上都有三個特徵，呢三個特徵唔係天生嘅，唔係靠血統，唔係靠運氣，係可以學，可以修，可以從今日開始種落去嘅。但係我要你留意呢三樣嘢，唔係你諗住嗰三樣，係比你以為更深更難也更值得。聽落去之前，我想請你喺下面評論區打一句福報歸嚟，萬事順遂。唔係迷信，係一種對自己嘅祝願，而係一種你願意開始改變嘅宣告。打低佢，然後繼續睇落去。故事從一個叫陳靜安嘅人開始講起。宋朝仁宗年間，江南有個小城叫清溪鎮。呢個鎮唔大，但係出過幾個舉人，所以鎮上嘅人對讀書人有種骨子裏嘅尊重。陳靜安就係喺呢個鎮出生，係一個窮秀才嘅獨仔。佢爹係個好人，一世人教書從來唔貪，但係就係窮到陳靜安14歲就要自己抄書換米。就算咁，佢爹臨死前抓住佢隻手，只講咗一句嘢：靜安，你要讀書，要做個有用嘅人。陳靜安記住咗佢比任何人都努力，臨足研到一節就捨不得換，把舊紙張翻轉嚟再用，一字一句都係認真讀落去。鄰居係咁話，呢個仔將來必定有出息。但係他第一次參加鄉試落第，第二次仲係落第，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落第5次回家。每一次清溪鎮嘅人望住佢嘅眼神都唔同咗一點，唔係惡意，係嗰種更殘忍嘅嘢。陳靜安係個敏感嘅人，佢感覺到曬，佢開始唔想出街，唔想見人，唔想聽人金寒問暖，因為每一句你下次一定得，背後他都聽到另一句說話嘅回聲：你已經係一個失敗嘅人。就係喺第5次落第之後，佢喺回鄉途中遇到一個雲遊嘅僧人。呢個僧人叫悟塵，年紀睇落去唔大，頂多40出頭，但係眼神係咁嘅一種平靜，係嗰種你唔知佢係唔係見過好多嘢，但係佢就係唔會慌嘅感覺。佢坐喺路邊一棵老榕樹底下，面前擺住一個缺口嘅瓦碗，碗入面有半碗清水。陳靜安落第失意，又愛又累，見到有人坐喺樹下就走過去歇腳。兩個人坐咗冇幾耐，悟塵突然開口：你係去趕路定係在逃？陳靜安愕然，佢諗都冇諗脫口而出：
我落地啦，吳陳點頭，好似早就知咁。你讀書讀咗幾多年？15年，15年。吳陳重複咗一次。你覺得係老天唔公平，定係你自己有問題？陳靜安沉默，佢唔知點答。呢條問題太直接，直接到佢唔知自己諗咩。老實講，佢係有怨氣嘅。佢怨過上天，怨過考官，怨過自己冇有個好爹好背景，但係佢唔敢講出口，因為講出口就係承認自己係個怨恨嘅人。吳陳唔等佢答，繼續講：你知唔知你嘅問題唔係才學？陳靜安抬起頭：你嘅問題係你嘅腹部撐唔住你想要嘅嘢。呢句話好似一塊石頭扔進靜水裏邊，咚一聲之後，圈圈散開，再唔翻得去。陳靜安從來冇諗過呢個角度，佢一直覺得讀書是讀書，命運是命運，兩件事係分開嘅。但係吳陳呢句話係話俾他聽，你選擇嘅路同你嘅根基係要匹配嘅。腹部係咩？陳靜安問，佢問得很小聲，好似怕俾人聽到自己係個連呢樣嘢都唔識嘅人。吳陳笑咗，唔係嘲笑，係嗰種你終於問對問題嘅笑。腹部唔係你擁有幾多，係你嘅心能夠承載幾多。呢句話陳靜安帶住走咗。返鄉之後，佢冇再諗科舉，鄉親父老覺得奇怪，問佢係唔係死心，佢只係搖搖頭話：我要先做一件事。冇人知他要做咩嘢。佢開始觀察自己，好似一個局外人咁，睇住自己每一日嘅起心動念。他發現佢係一個習慣批評人嘅人，唔係講出口嗰種，係喺心裏邊咁諗：呢個人好蠢，呢件事做得咁差，佢憑咩坐喺我前面？每一日呢啲念頭多到數唔完。佢以為呢個係清醒，係識貨，係有標準，係唔肯將就。但係有一日，佢喺河邊坐住，見到一個老婆婆喺對岸洗衫，洗到一半，個木盤翻咗啲衫，全部跌落河裏。老婆婆慌晒，手忙腳亂。陳靜安望住，心入面嘅第一個念頭係，連個盤都擺唔穩，咁大個人。但係就係呢一刻，佢突然驚覺，佢望住老婆婆嘅手，係一對長年勞動嘅手，粗糙龜裂又老離。呢對手唔知替幾多人洗過衫，撐過多少個黎明。佢唔係擺唔穩個盤，佢係累到手都係抖緊。陳靜安站起嚟，涉水過號，幫老婆婆把衫一件一件撈翻起。老婆婆係咁，多謝多謝都眼濕濕。但係令陳靜安震動嘅，唔係老婆婆嘅多謝，係他自己內心嗰一刻嘅轉變。呢係他幾十年人生裏邊第一次喺批評之前停低，然後睇見到另一個人。係晚上，佢喺燈下坐住，寫低咗一句說話：我以為睇通咗人，原來只係學識咗怎樣輕視人。就係從呢一刻開始，陳靜安決定上山。清溪鎮附近有一座山叫雲隱山，山上有間小寺，住着2、3個老生。陳靜安背住幾本書上山去啦。佢冇諗過要修行，只係想靜靜地重新睇清楚自己。山上嘅日子很簡單，每日挑水、砍柴、蘇經靜坐。冇人問你讀書讀幾多年，冇人問你幾時考得過，只有早晨嘅鹿、樹梢上嘅叫聲，同埋師傅們那種奇怪嘅，好像永遠不慌不忙嘅步態。在山上住咗大半年，吳靜安遇到一個令佢改變一生嘅人，唔係師傅，係一個寡婦。佢叫李玉珠，係附近山村人。丈夫3年前因病去世，留低2個細路。鎮上有人介紹她上山嚟幫手做些雜務，換幾個銅板養家。佢係一個生得普普通通嘅女人，算唔上靚，也冇咩學識，講話帶住鄉音，有時候用詞唔準確。但係山上嘅師傅對佢嘅態度令陳靜安覺得奇怪。通常係陌生人嚟到寺裏，師傅們都係客氣嘅，唔會特別熱絡。但係每次李玉珠嚟到，老住持都會放低手頭嘅事，親自出嚟打招呼，好像見到舊朋友咁。陳靜安忍唔住，有一日問老住持：師傅呢個婦人有咩特別？老住持望住佢笑六笑：你同他講咗幾耐說話？冇幾耐。陳靜安答：你去同他講嘢，然後你就知。
陳靜安覺得奇怪，但佢記住咗第二日李玉珠嚟搬柴，陳靜安跟佢幫手，順便搭柴。佢本嚟估計呢個婦人最多係講下細路有幾乖，丈夫死得幾慘，但係傾落去之後，佢發現李玉珠根本從來唔講人壞話，唔係唔肯講，係根本唔出口。佢聊到鄰居張氏，話張嫂人幾好，上次幫我睇住細路。佢聊到另一個鄰居，話黃叔有時係囉嗦啲，但係佢都係關心人噶。就算係講起令她丈夫病逝嘅呢段日子，她提到鎮上有個大夫收肥膏，但係藥開得唔準。但係佢講嘅方式係，可能係我哋命唔好，唔係先生唔盡力。陳靜安聽到呢度，心裏邊一震。佢唔係蠢，他明白李玉珠唔係唔知道我個大夫可能真係有問題。佢係選擇唔係咁講，唔係因為佢懦弱，也唔係因為佢唔在意，係因為佢骨子裏有一種東西，令佢唔會隨便用說話去傷害另一個人，哪怕係傷害一個曾經傷害過他嘅人。陳靜安呢一刻聽到自己心裏邊某樣嘢碎掉嘅一點，佢想起自己從前說過嘅話：讀書人相聚，裝否人物批評同窗，吳少考官嘲鄉里。每一句話，他覺得係真知灼見，係他比別人清醒嘅證明。但係而家坐喺呢個連字都識唔多個嘅寡婦面前，佢第一次覺得，也許那些話根本唔係清醒，那些話只係在不斷地一點一點地把他本來不多嘅福漏走。住持唔知道陳靜安開嘅一點，就開始同佢慢慢多講嘢。有一日，住持拿住一盆水放喺陳靜安面前，話：你幫我數數看，呢盆水入面有幾多粒沙？陳靜安望落去，水清沙沉底，可以隱隱約約見到，但係好難一粒粒去數。佢數咗幾耐，越數越亂，最後放棄，話數唔清。住持點頭：如果你成日搖動呢盆水，沙翻起嚟，你就更加睇唔清。但係如果你讓它靜止沙，自然沉底，水自然清澈。人心也是如此。你成日批評，成日算計，就係在搖動呢盆水，搖得越猛啦，你越見唔到底。陳靜安沉默咗很久，佢問：咁我就唔應該辨別是非？辨別是非係用眼，唔係用口。口說出去嘅批評，唔係在糾正別人，係在消耗自己。又過咗幾個月，陳靜安遇到咗第二個令他改變嘅人。下山辦事嘅途中，在山腳嘅集市上，他見到一個做布匹生意嘅中年商人，叫郭懷仁。郭懷仁呢個人外表係普普通通圓臉，身形稍胖，衣着唔差，但亦唔華麗。但係他就係集市上嘅狀態，令陳靜安注意到呢一天集市上發生嘅呢件事。郭懷仁嘅梯位旁邊有個賣陶器嘅老人，不小心把郭懷仁剛剛出好嘅一匹布撞翻落地踩污啦。老人嚇得面色糟白，連忙道歉。索要皮圍觀嘅人都等住睇熱鬧，因為嗰匹布值唔少錢。賣陶器嘅老人一個月都未必賺得翻。郭懷仁望住那匹布，沉默了一下，唔係仲起嚟對老人說：算啦，你年紀大，係意外唔使賠。老人不信，一直道謝。圍觀嘅人開始議論，有人話郭懷仁係傻，有人話佢係做戲博個名聲。陳靜安就站在人群裏望住郭懷仁的臉。郭懷仁唔係冇表情嘅，陳靜安睇得出佢係有一刻嘅猶豫，係真實嘅，有血有肉嘅猶豫。嗰匹布確實係有價值，確實係有損失，但係就係喺那一秒之後，佢作出了選擇。更重要嘅係，作出選擇之後，他冇多說什麼，冇話自己係好人，冇叫人記住他，冇四圍望希望有人見到他，只係把呢匹布收起，繼續做生意。好像呢件事只是一陣風吹過啦。就算陳靜安站在人群裏，心跳都很奇怪，晚上頭回到山上，坐在院子裏，看着夜空，突然明白了一件事。郭懷仁嘅厚道，不是因為他不計較損失，是因為他個心裏有一把勁道嘅尺，那把體量的不是錢，是人與人之間的重量。他知道那個老人承受不起，所以佢選擇承受，但係佢選擇不講，
因為講咗喺那份後頭就變成了表演。有一年，國外陳正恩準備下山了，他在山上燒成嘅戰良面，縮壯不長，足啖。但他過低支結邊呢，第一邊就拿嚟要說清楚。住持鬆下殺身嘅時候，只說了一句話：靜安，你還有一關未過。陳靜安問是什麼關？住持笑了笑：遇到了你自然知道。下山之後，陳靜安回到清溪鎮，準備重新開始生活。佢計劃就喺鎮上開個小書所，教孩子讀書，安靜度日。但係命運給他安排了一個他最不想見嘅人。鎮上有個叫方德基嘅人，是陳靜安的舊識，論學問比陳靜安差，但係家境好，活動能力強。當年陳靜安野史落地，他嘅話裏話外曾經多次嘲理，說陳靜安讀書讀到腦壞，話他活該考不過。即使話陳靜安都記得很清楚。現在方德基發，劉才在鎮上開了間錢莊，是個小有名氣嘅人物。陳靜安回鄉嘅第3日，在寄所遇到方德基。方德基言人有些聲家，因為他冇料到陳靜安會回來，兩人對視了1秒。方德基清了清嗓子說：阿靜安，你回來了，聽說你上山了2年，有沒有開悟啊？佢笑就算，但嗰個笑帶着一種陳靜安太熟悉嘅東西，輕視陳靜安心裏有一股氣逼是衝動嘅那種，是壓路很久的那種。他知道他有100種方式可以反擊，可以讓方德基難堪，可以說出一些讓對方無地自容的話，以他的所思就輕而易舉。但是那把做詞所一詞，就係他心裏被動了一動。陳靜安深吸了一口氣，讓我笑了，是真的時候，不是假的。Dicky， 你精力好嗎？聽說錢莊生意很好。方德基愣了一下，全人沒有預料到這個反應。他不知道說什麼，只是定了點頭。兩個人就這樣擦肩而過，但係故事沒有就此結束。自個月後，方德基嘅錢莊出了問題，有一批貨款被人嚟盜製，佢周轉困難，急需一筆錢嚟渡過難關。鎮商嘅人知道了，大多數都選擇觀望，因為大家都清楚方德基平日累嘴不奸人，得罪過不仇人。現在落難，冇人上去趟呢個鹽水。陳靜安聽說了這件事，他那時候書數剛起步，積蓄不多，但是他有意識，他走喺書數裏，對着那些積蓄想了很久很久。方德基鬆開過他，佢是試試，但是如果他袖手旁觀，我方德基倒下，他能得到什麼一點點報復的快感，還是那種看作草人落難時候的冷漠？文祖他最終站起來，把那筆積蓄嘅一部分悄悄地通過一個中間人送到你方德基那裏，他沒有署名，沒有說明來源，什麼都沒有說。方德基後來渡過了一個難關，他以為是某個舊客戶伸出援手，到死都不就是陳靜安，而陳靜安也沒有救好任何人。就在那一晚，佢坐在書樹嘅小院子裏，仰頭看着天空，心裏有一種他從來沒有感受過嘅東西，一種輕，不是輕飄飄嘅那種輕，是放下了很重嘅東西之後，整個人變得通透的那種輕。他想起吳陳在榕樹下說嘅那句話：福報係你嘅心能夠承載幾多。佢終於明白了，30年後清溪鎮嘅人說起陳靜安，都說他是個有苦刺嘅人。不是因為他後來考取了功名，雖然他後來去寫裘裘了；不是因為他有多少錢，雖然他也從不變窮，是因為凡是接近過他的人都覺得舒服，都覺得安心，都覺得人生好像沒有那麼難。他積書數桃李滿門，他的院門司機由人盯滿。擺發的他坐在院子裏，有時候有個學生走進嚟請教問題，有時候是鄰居嚟借東西，有時候只是有人想坐在他旁邊說說話。每個人離開嘅時候都帶走了一點什麼，但都說不清楚是什麼，這就是福報。現在我想帶你慢慢回到故事裏面，因為陳靜安嘅30年人生其實係一面鏡，照出咗福報深厚嘅人身上那3個最核心嘅特徵，唔係玄學，
唔係神蹟，係實實在在你可以驗證得到嘅人性法則。第一個特徵係口德。你可能覺得口德呢樣嘢人人都識講，歌從口出，病從口入，從細到大都聽過。但係你有冇諗過，點解同樣係講嘢，有啲人講完人哋唔怪佢，有啲人講完就四面樹地？了凡四訓裏邊有一段講得非常清楚。袁了凡記述他年輕時曾經喜歡品評人物，直抒己見，但係後來雲谷宗師跟他說，滿腔獾疾，固執心成，難以發去。意思係你條口成日批評人，唔係你有眼光，係你已經係一個習慣性嘅批評者。呢個習氣係就係消耗你嘅福德。佛教裏邊有個概念叫正語，係八正道之一。很多人以為正語就係唔講粗口，但其實正語嘅深度遠超過呢個。正語係指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聽語。妄語就係講假話，兩舌就係搬弄是非，講呢頭講嗰頭。惡口就係用言語傷害人，聽語就係那種沒有實質意義，但係製造矛盾同困惑嘅話。你看光係口這一關，佛陀就分出嚟4種問題，可見語言從嚟都唔係細事。但係正語最難修嘅，唔係戒掉粗口，唔係唔搬弄是非，係戒掉那種你以為係直接、係真實、係有眼光嘅批評。李玉珠為什麼福報深？他唔係不知道嗰個大夫開錯藥，他係選擇唔把嗰個怨變成一句流通在人間嘅生人嘅話，因為他知道那句話說出去第一個受傷嘅，其實是說那句話的人之己，就是義理，不是宗教意義上神秘嘅義理，而你每一句話都在塑造你跟這個世界的關係。你說什麼，你就在構建什麼樣嘅現實。你走慣批評，你的眼睛就只會搜索自己批評嘅事情；你走慣欣賞，你的世界裏就會越來越多自己欣賞嘅東西。這不是心靈雞湯，其實甚至神經科學都在研究嘅現狀。旋者聲，注意你的大腦仍然在傳翻你最常用嘅神經回路。你批評用嘅那條路越走越寬，欣賞嗰條路就越嚟越窄。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只管批評的人，哪怕再聰明，他的福報也會越來越薄，因為他的心越嚟越裝不下好嘅東西。但係我要補充一點，呢度有個誤解要澄清，口德唔係叫你唔說話，唔係叫你做一個沒有立場嘅人，唔係叫你唔敢指出錯誤。口德係一種選擇，在開口之前問自己一個問題：這句話說出去是為了讓這個世界更好，還是只是為了讓我自己舒服一秒？如果答案是後者，收翻佢。陳靜喺遇到方德基嘅時候，佢有一百句話可以說，那些話可以讓他很爽，但係他想咗了。不說不是因為他怕，是因為他知道那些話說出口就會把他胸口裏好不容易腫出嚟嘅一點好洞一親手撕掉。這就是口德。不是你說不出那些話，是你說得出，但你選擇不說第一個特徵，執起厚道。厚道這兩個字在現代社會裏面越來越難見到，因為這個世界越來越告訴你，有精明有技術，有不出錯，有維護自己嘅利益。任何厚道嘅行為都會被質疑，是不是傻？是不是被人利用？是不是黐磚啊？嗰啲人那皮卑污的不值多錢。對一個做布匹生意嘅人來說，不是小數目，但一個存在咧不追究。你可能會說，這係他做機人看嘅。但係陳靜安觀察得非常仔細，郭懷仁做完嗰個決定之後，沒有四處張望，沒有刻意停留在嗰個場景裏，讓更多人看到，他自己收起那匹布，繼續做自己嘅事。這是厚道的本質，唔係為咗個名聲，係骨子裏嘅一種對世界嘅寬容。了凡四訓裏邊，袁了凡記述咗自己一個親身嘅轉捩點。他年輕時去找雲谷筴師，說起自己被命數算定，覺得無可奈何。雲谷筴師問他：你自己有沒有問題？如凡開始反省，你處理自己很多毛病，其中有一條教是凡愚人爭輕唔肯退讓，
這一條他自己都承認是他苦搏的根源之一。唔肯退讓，聽落去係一種性格，但係往深一層睇，係一種執着。佛教說萬法皆空，不是叫你放棄一切，是說你緊緊捉住那些東西，面子就道理是非，這些東西本身是沒有絕對重量嘅，是你自己賦予它們重量，而你賦予它們的重量越大，你就越離唔知，你的心就越少，你能承載的福報就越少。厚道的人不是不知道自己吃了虧，是他有一種更大的視野，知道這個虧在更大的尺度裏根本不是虧。有個佛教的比喻我一直做嘅很精準，你拿住一塊石頭，建間屋仔的手就沒辦法接住其他東西，但係你把那塊石頭放下，你的手就空出嚟了。厚道就像一個把石頭放下嘅動作，但是我又特別說一點，厚道唔係軟弱，這兩樣嘢係完全不同的。軟弱是因為害怕所以退讓，厚道是因為有力量所以選擇不用力量去傷人，這個分別非常重要。如果你是因為害怕衝突所以讓步，那不是厚道，那是日以日依積累到一定程度，會變成另一種形式傷害，傷害自己也傷害別人。真正嘅厚道是要第一次都厚道，只知道你可以爭，你也知道你能贏，但係你選擇了另一條路。嗰個人如果細個只能原因欺負的軟弱傷人，你批判對他來說是一個滅頂之災。他根本沒有自己厚道，但是他做到了，佢只是因為他站得穩，他就喺團裏邊當嚟當去，所以他才能面對殺出。這是一種深層的自信，一種不需要外界認可的自信，而這種自信本身就是福報的一部分。因為一個有這種自信的人，他走到哪裏，別人都感覺得到。貴人願意靠近他，機會願意停在他身邊，不係迷信，是能量場。人與人之間感受力其實遠比我們以為嘅敏度得多。第三個特徵係隱散，做咗好事唔想出聲，呢個係三個特徵裏面最難做到嘅一個。因為前兩個你只需要控制自己嘅口和心，但是這一個你有對抗嘅，是人性裏面最根深蒂固嘅一個衝動，被看見的渴望。陳正啱在最困難嘅時候，把積蓄嘅一部分悄悄送給了方多基，一個曾經傷害過他的人。他沒有署名，告訴任何人，都死都沒有可能在這黑暗裏指，幫佢醜人係不讓人知道，即不識黐西是什麼。但是佛教裏面有一個關於應得和人哋嘅分法，這個分法我覺得非常有智慧。緣得是你讓人知道個身形，應得是你不讓人知道個身形，兩者都有福報，但係深度不同。為什麼？因為當你告訴別人你做呢件好事，你實際上是在用呢件事完全冇樣東西，認可、讚美、感激，或者自受性我是個好人嘅自我感覺，這些東西不是壞的，但是他們把你嘅善行變成了一種交換，你的善用嚟換了變性，換了感覺，換了存在感，而應得是嚟做了，然後讓他靜靜地沉在土地裏，等下自己生長。到自己生長，冇緣期沒有交換，你跟他分身，他就唔真個被神冤害動事試試。妙法師訓裏邊原了凡之功過佢哋初衷，其實也就喺呢個問題上走過一段彎路。他起初只是把做過的好事記下來，記山雷之個都係好功德，好像在記山一個這邊運谷，總是好嚟典成呢。但你做好事，你得不出村里面當嚟當去，實際改變你自己嘅性，這個分比是根本性的。如果你做好事是為了去福報，那個福報只是來呢，也是有限的，是你買回來的，不是你當初嚟嘅。真正嘅福地是你的身邊啊，你的起心動念邊啊，然後這個改變像水一樣，慢慢浸到你生命嘅每一個角落。現代社會有一個非常流行嘅事，做公益又批州，做義工又發朋友圈，轉落群又截圖，做了好事一定要讓人知道。這本身沒有什麼大問題，很多時候甚至有支叫意義，因為可以影響更多人。
但是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真正嘅動機是你是幫人還是在演繹個幫人嘅自己？這兩件事外表可以一樣，但是能量場完全不同。錢正安幫我放到企，從來冇人知道，但係他整個人氣質上嘅那種輕盈，那種令人安心嘅東西是真實存在嘅。真相的人說不清楚，為什麼喜歡跟他待在一起？其實那正是因為他身上沒有那種我需要你承認我是好人嘅氣息。他不需要從別人身上拿任何東西，所以他幾串裏面呢，蕩嚟蕩去呢，這叫做為什麼。延伸的人往往是真正有福報的人，因為他們的神是純正的，不被所望施捨的。他落在土地裏陡然生根。從火就嘅角度嚟講，這三個特徵其實都指向同一個核心概念：清淨心。碌做去能在當經裏說，本嚟冇衣物，何措惹塵埃。這句話不是在說虛無，是在說你本嚟的心是清淨嘅，是有無限成這裏嘅。但係呢個上面堆了太多東西，批評、編織教、表現，呢些東西蒙住了你本嚟嘅清淨，亦堵住了你福報了進來的通道。口道是清除語言上的遮蔽，口道是清除執着的遮蔽，言山是清除表演欲望的遮蔽。三件事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把那些你以為是我嘅東西一層一層地編開，然後你會發現裏面嗰個更真實嘅你本來就有福。講到呢度，我需要帶你走進這個最關鍵嘅部分。什麼叫做真正嘅清醒？我就最開頭說過，如果你係覺得自己看透了隱性，但係越學越孤獨，那這個影片就是你的潛意識在試圖拉你一把。現在我想直接跟你說，那種看透隱性的感覺可能不是你嘅優點，可能是你最大嘅問題所在。聽落去好刺耳，但係請你先唔好關掉影片。你有冇試過同人傾偈傾到一半，心裏有把聲話你，佢又係嗰套？你有冇試過見到人做好事，第一個反應唔係感動，係佢背後有目的？你有冇試過有人對你好，你唔係接受，係開始分析佢為什麼對你好？呢種清醒其實係一種精神上嘅防浪機制，是你嘅潛意識在保護你，讓你不再受傷害。但是任何防浪機制都係雙刃劍，給保護你嘅同時，也把你和這個世界之間建起一道牆。這一道牆是透明的，所以你以為你看見了一切，但係嗰個一切是一個假腦驚嘅一切。我個腦驚叫做懷疑。佛教有一個說法叫做疑計，疑是五戒之一，五種遮蔽你星光嘅東西。疑計不是普通嘅懷疑，是那種對一切好的東西都持保留態度嘅時間性懷疑。它讓你仍然站在門外，看着裏面的人，但是你走不進去。廖凡死喺裏面，袁凡在遇到遠古教師之前，他也是一個看到了命運的人。他被算命先生算定了醫生的智商，領幾歲後是幾歲升職，幾歲時都被預言到了，而且每次都應驗。所以他覺得命是定嘅，努力冇用，表演後話也冇所謂，因為劇主早就寫好了。你看佢係一種看透，佢看透了命，所以佢就不再驚詐。但係袁機師說了一句話，我都細節關聽的地震動了。你被命數所在，是因為你太相信嗰個命數，反而讓它成真了。心理上有個詞就自我實現預言，你相信咩？你就會朝那個方向行動，你嘅行動塑造了你嘅結果，結果反過來驗證了你嘅相信。這是一個閉環源流反的看透，把它關進了一個閉環。命是定的，所以我不努力，所以我沒有進步，所以命真的是定的。那種看透人性的人，同樣人都是自私的，所以我不信任人，所以我不給人智慧，所以人真的讓我失望，所以人都是自私的。閉環真正嘅清醒，就唔知跳出呢個閉環嘅能力，不是打破它。打破需要唔力，唔力打破了一個，會建起另一個，是看見這個閉環的存在，然後唔自己是地在維持這個閉環。
答案只有一個你自己，這唔是由你責怪自己，是由你看見你有選擇權。正安我從經有我個閉環，他的閉環使我努力了，那麼多老天不公平，所以我的努力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我積累了一生的唔當可批評，所以我的苦報越來越薄，所以我越來越難被命運眷顧，所以老天真的不公平。吳陳那句話打破了這個閉環，你嘅問題唔係才學，係你嘅福報撐唔住你想有嘅嘢。不是在說你夠好，是在說你的勇氣還不夠大。真正的清醒不是看透別人，是看見自己嘅勇氣有多大，看見自己嘅勇氣在哪些地方露着，然後開始熱熱墊地消步。咁啊，消步是怎樣？在日常生活裏邊具體實習你口德這一關有一個很實用嘅練習，就係你開口批評之前停3秒就3秒，就係那3秒嚟問自己，這句話說出去，除了讓我舒服，有沒有別的意義？你不需要每次都完美的忍住，但係那3秒的停頓本身就係一種覺知，而覺知是改變嘅起點。後道道這一關有一個更新嘅練習，每次你見佢到我有真嘅衝動先問，我有真嘅是什麼？是真正嘅遠做問題，還是面就問題？是真正嘅利益衝突，還是一種我需要被認可的渴望？把這兩樣東西分開，需要很大嘅誠實。對自己嘅誠實，永遠比對別人嘅誠實更難。完善這一關，是使這個做一件好事，然後不告訴任何人做一件可以很少，可以是幫陌生人，可以是幫陌生人開門，可以是替同事做了一件他不知道是你做的事情，然後在你心裏感受嗰個沒有人知道帶來的感覺。嗰個感覺起初可能是空虛嘅，因為你習慣了被看見，但係慢慢的你會發現嗰個空虛底下有一種更實嘅東西，一種完整感。我個好事是你嘅，它完整地屬於你，沒有被任何人嘅眼光。分走這種完整感，才是真正嘅滿足。袁老粉在寫鳥粉絲分嘅時候，他已經是個老人了。他把自己一生最深刻的那些改變，用最簡單嘅語言式技巧對他說：我從前認命，以為命定呢就不能改，後來才知道命裏最重要的，不是你出生帶來了什麼，是你每一天選擇往哪個方向用心，往哪個方向用心。這6個字我覺得係整本鳥粉絲分最喜歡的那一句話：你用心來批評，你就不斷練習批評；你用心在自嘲，你就不斷練習；你用心在自嘲，你用心在表演，你就不斷練習表演；但係你用心在求地，就不斷練習求地；你用心在厚道，你就不斷練習厚道；你用心在延伸，你就不斷練習進去。世界靚仔，以至於你不是改變了你嘅命運，是改變了你這個人。你這個人唔改變咧，你遇到嘅人，你做出嘅選擇，你積住嘅機會，全部都會不同。這係小凡斯分說的，命由我作父之橋嘅真正含義，不是讓你去求神拜佛，不是讓你做很多表面嘅好事，是讓你回到自己身上，問我這個勇氣有沒有在變大，我這個心有沒有在變清淨？真正嘅清醒，最後都會抵達同一個地方，對自己慈悲。這個世界教數你有光，有影，有線條，有不設計。但是佛陀說的是另一件事，慈悲從來都先對自己，才能真正對別人。對自己慈悲，唔係寵自己，唔係合理化自己所有嘅問題，係能夠誠實地看見自己嘅局限，然後不帶批判地接受它，然後選擇改變。陳靜安在河邊那一刻，看見老婆婆會逼你個手得你一下，那不只是同情心的覺醒，但係他第一次對自己嘅小關批評，有了一種誠實嘅看見。他沒有馬上說我錯了，我是個壞人，他只是停了下來，然後做了他能做的那件事，食水過後把衫撈起來。這就是慈悲和清醒同時存在的印記，不是你多厲害，不是你多在乎，只是你在佢存在的我個當下，
走了我個更好的選擇。然後下一次你再可以選擇那個當下，做了我個更好的選擇一次，再一次，再一次，這就是福報的種化，不是一時之間，不是某個神奇的存在，是一粒一粒地種，是一天一天地走，是一可能看不見花芽，但是有一天你抬起頭，你身邊已經是一片樹蔭。我想問你一個問題，然後讓你帶着這個問題離開。如果有人悄悄觀察你一整日，你怎樣說話，你怎樣對，但你覺得比你弱的人，你在沒有人看見嘅時候，怎樣選擇？他看完會覺得你是一個福報在先做的人，還是在了事嘅人？唔使立刻答我，帶住呢個問題，去過今日，去過呢個星期，去過今後每一個你以為沒有人看見嘅時刻，因為你的答案就在那些時刻裏。來試宣最後一句話，我常用喺技術堅語對影片，由之於功名者必得功名，由之於富貴者必得富貴，唔知由之有樹之有根，立定此志，年年降虛，層層方便，知人感動天地而造福有我，你有至於什麼，你最終就會成為什麼。但是嗰個字又從你最小的起心動念開始，又從你今日所出口的每一個字開始，又從你在沒有人知道嘅時候選擇做什麼開始福報，從來不是定來的，是種出來的，佢種招在你手心。如果今日嘅影片對你有任何觸動，唔論係大係細，都請你點個讚，讓更多有緣人能夠見到呢支影片。你嘅一個分享，可能係另一個正在某個十字路口徘徊嘅人嘅一根浮木。留言同我說話，你覺得自己現在哪個特徵是你最需要修嘅？係厚德，係厚道，定係忍慎？每個人嘅答案都唔同，每個人嘅答案都唔同，每個答案都值得被好好思考。如果你喜歡呢類深度嘅佛學智慧影片，記得訂閱我嘅頻道，開啟小鈴鐺。我哋下一支影片再繼續探索古人留低嘅那些深藏智慧。我哋喺評論區見阿彌陀佛。